乡亲啊，继续来讲国民男朋友，都是受到真侪查囡仔喜爱，拢希望找伊来做男朋友。像这个艺人柯光汉，都封讲是国民男朋友。去做兵做一年，刚退伍，今仔日就出现伫个老人照顾中心，除了献唱情歌，佮甲阿公阿嬷做伙同乐，袂少民众拢学了讲，伊真亲切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你无怕手夹麦克，袂人的歌声，互人听甲嘴茫茫。伊是打退伍的国民男朋友柯光汉。深深的一段情，已经打动我的心。唱情歌，各乐团到演奏，现场的阿公阿嬷听甲啪啪啪，拢也双手对节奏拍票，气氛热烈滚滚。帮他走这边。柯光汉并做煞着无停卡，开始接演艺活动。第一站就到日照老人照顾中心表演，温暖的画面，互真侪民众看甲真煞心。其实进前做兵的时，柯光汉就捌来服务过真侪摆。工作很认真，也很亲切，对长辈也都很和蔼可亲，这样子没有偶像包袱，这样也都很融入跟长辈的相处。那个算是亲民，然后又是一个替代的榜样，所以他很赞。有民众讲，原本就是柯光汉退伍，就袂搁再来表演，想要到这一边过来，真面欣赏，加上善良的心，互人真期待男神后续的发展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